主席，本人發言呢係支持2024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草案嘅原因呢係現有嘅條例呢多年以嚟呢令到優化維港兩岸嘅海濱呢，特別啲小規模嘅填海工程呢受到好多嘅掣肘。雖然法院呢年前呢已經推翻咗條例中裏邊呢不准填海推定嘅嚴謹門檻，無差別咁一刀切適用所有海港填海工程嘅，但係當年以嚟呢涉及海濱長廊嘅發展嘅填海嘅真係好有限嘅，就好似海濱長廊啦，灣仔海濱長廊今年1月開放俾市民使用嘅東區行人板道等等，但係香港嘅海岸線呢係達到1180公里嘅，就正如夏主任之前呢都有提到啦，11月嘅座談會裏邊咧講過無處不旅遊嘅，提到我哋都要想方設法咧係增加呢個旅遊嘅業態嘅升級，用好呢1180公里嘅海岸線。其實善用海濱土地嘅需要咧，亦都涉及咗旅遊嘅發展嘅。經常使用嘅用家咧，除咗大眾市民之外咧，亦都係好多人都係可以遊客都可以用到嘅。政府喺2023年咧做咗諮詢嘅工作，我哋都聽咗政府咧解咗好多次嘅話㗎啦。我哋都同意喺法例上面咧要修例嘅。我哋亦都認同咧海港係香港人嘅自然嘅遺產，要好好保護嘅。但你亦都要顧及住咧城市嘅發展，優化海濱嘅需要咧，原有條例咧，因為多年前嘅法案嘅判決咧，我哋仍然係認同咧填海必須要有凌駕性嘅公眾需要咧，先可以推翻做不准填海推定嘅。但係呢度咧就欠缺咗一個咧係執行同埋規矩嘅機制。所以咧我係同意咧政府今日嘅修訂，藉住咧適度嘅拆牆鬆綁咧，係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同埋海港永久填海工程可獲不受推定嘅規限嘅，並可以透過一個簡化嘅機制處理。新嘅條例咧亦都會引入一套新嘅機制，去展開規管同埋評估嘅程序，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同埋非永久性填海嘅建造面積咧不得超過0.8公頃等等嘅。當中咧亦都由財政司司長咧去批准係咪豁免工程咧係咪唔受推定嘅限制。新修訂咧有好多嘅內容，我就唔喺度長談啦。但係咧，我就只想提一提咧，修訂已有嘅附表列明咧係改善海港工程嘅清單包括咗咧係海濱長廊啦、行人板道啦、單車徑啦、海岸泳池啦、觀景台啦、防波堤啦、繞泊嘅設備啦或者海堤等等嘅。主席，我自己咧喺社區咧過去咧都收到好多訴求咧，係希望咧係又可以有更加好嘅通達性嘅行人設施咧，可以咧係直達海濱嘅。我哋見到政府咧先後咧亦都落成咗灣仔海濱長廊啦、東岸公園啦、北角板道等等嘅設施嘅，但係我哋仍然相信咧仍然有好大嘅空間咧係可以俾市民係使用嘅。主席，我自己咧早前咧喺本會咧都提出咗個口頭質詢，要求咧當局咧係放寬一啲嘅團體包括私人機構咧使用公共空間條件嘅，以便咧更加好咁樣造就更多市民咧可以使用公共空間嘅，包括咧我哋一啲嘅海濱。首先，再一次咧多謝局長咧聽咗我哋嘅意見啦，推出咗為期2年嘅試行計劃，精簡咗團體同私人機構申辦使用室內同埋戶外公共空間嘅程序，亦都增加咗可供申請嘅面積同埋門檻嘅。希望呢一個新嘅措施咧，讓到更加多嘅唔同嘅機構咧都可以更加善用到呢個海濱啦。其實咧，即係多啲使用咧，係靈活咧使用咧，係可以帶動到人氣，亦都可以帶動到消費嘅。我自己都知道咧，發展局亦都決定咗喺4個地區嘅海濱，包括中環、灣仔、北角同尖沙咀嘅海濱咧，係開設一啲輕食嘅飲品攤檔嘅，亦都有或者會交俾西九管理局去統籌管理亦都有表演者等等。咁呢個咧係值得支持嘅。政府咧早前咧亦都係公布咗發展港鐵紅磡站同埋周邊用地喺海濱咧發展新嘅地標，包括咧係考慮興建郵輪碼頭同埋娛樂設施。呢個題目咧，我自己都仲要思考一下啦，究竟呢個係一件好事定唔好事？但係我哋咧同意政府有呢個初衷嘅，因為我成日都經過嗰個地方咧，覺得真係嘥咗嘅。但係做啲乜嘢大家可以傾。不過咧，整體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好嘅發展方向嚟嘅。咁我亦都知道咧，政府喺條例草案通過之後咧，亦都有啲新嘅規劃啦，包括堅尼地城咧嘅海濱行人板道土瓜灣嘅臨海嘅煤氣設施等等一堆嘅。咁但係咧，我都想特別同局長提一提咧九龍西因為我都係九龍西嘅立法會議員啦。咁九龍西咧就係油麻地公眾碼頭嗰個社貨區咧，政府咧而家就係咧會起緊興建一個行人通道、行人道嘅。咁我都同海濱專員去睇過啦，即係我自己係好期待嘅，即係相信咧駁通咗嗰度咧係好緊要嘅，亦都連接咗西九文化區同大角咀啦。咁工程咧仍然喺度進行中嘅。不過我成日都講嘅，即係除咗開闊啲之外咧，可唔可以整得再美化一下咧會唔會都可以再整多啲唔同嘅觀景台海濱嘅行人步道嚟？因為我去完你嗰個
呢個新嗰個版道之後咧，就好有期望。咁啊，希望咧嗰邊咧都適量地再睇睇有冇啲空間再整得靚啲啦。咁另外咧，長沙灣海濱咧，亦都係嘅。我同阿副局長之前都去過睇過一次啦。咁啊，鄰近咧嗰個長沙灣副食品市場咧，都係早期落成㗎啦。咁啊，即係咧，亦都其實都有啲人都介紹嘅。嗰個地方咧就好好嘅，又有即係日落睇啦，又有九龍半島嘅海景啦咁樣。咁啊，亦都好近嘅南昌站咧，出口行5分鐘就到㗎啦。咁啊，但係呢個地方咧係咪又可以咧更加好咁樣去善用咧，整多啲嘢啦？咁而家放寬咗條例之後，我相信都會多咗機構去做嘅。咁啊，希望嗰個地方都可以成為一個新嘅地標啦。咁啊，除咗咁靚嘅海濱發展之外咧，我自己再加埋副局長咧，都成日都話，我哋試下可唔可以跑通嗰個九龍海濱啦嚇。咁啊，其實長沙灣海濱咧跑到去大角咀咧，都而家都仲係爭少少嘅嚇，即係嗰一節仔。咁啊，睇下咧，其實咧執整下，我成日都喺中上環嗰度跑嘅時候咧，都覺得其實咧未必一定要沿住個海濱嘅，入翻少少兜翻出去都係可以接受嘅。咁如果又跑得通嘅話咧，咁啊更加好啦。咁啊，而家咧都係一層一層嗰啲鐵絲網咧包住啊咁樣。其實我又攞翻嚟長沙灣個海濱個副食品市場同埋上環個海濱副食品市場咧都爭一截嘅，即係兩個嘅觀感上邊咧都爭啲嘅。其實咧又係透過少少執整咧，我相信咧又係有一個好嘅體驗嘅。咁呢個如果可以做得到就更加理想啦。咁樣。主席點都好啦，我係支持咧今日呢個條例草案咧，亦都係支持咧發展局局長稍後提出嘅修訂嘅。咁啊海濱咧真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嚟緊咧我哋過去呢個黃金週咧，我自己都經過好多次喺尖沙咀尖東海旁即係好多遊客咧好愛我哋呢個地方，我自己都好愛我呢個地方嘅。所以相信咧呢個海濱嘅優化咧，對我哋整體嘅形象咧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咁我係支持條例嘅。官人謹此陳辭。